家好，欢迎收看福喜来咧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你客家文化學社台來交流哦。今年呢，還會舉辦第二屆客家青年國際事務訪問團哦。進行咧12屆係非常優秀嘅客家青年嗬，有誰來沒有誰冇嘅。記得呢，正經講又會講客，又會講英文嗬。韓國有當到參與代表台灣嘅客家青年來到國際檔同青島嘅客家鄉親，韓國呢本青島人看到台灣客家嘅驕傲哦，所以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兩屆細阿哥咧，兩屆學生呢都優秀哦，你細細來分享記得。首先呢，你來分享莊前輩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2018客家青年國際事務訪問團嘅後援長，我係莊建偉，今日當歡喜來到節目當中分享我嘅經驗。哇！一講起來就算係團長嘅嗬，朋友，接下來呢，也邊呢優秀嘅客家青年係你嘅水琪。大家好，我係喬水琪，非常歡喜也拜來參加福喜來，也拜我參加2018客家青年國際事務訪問團，咪非常嘅感動。哇，掌聲鼓勵下哦！有兩個後生人還唔會講話嗬，我想將嘟去歐洲嗬，20日嚇，差唔多20日咩？進來嗬，係需要打開你哋嘅眼界啊嗬！一擺呢，你哋會本人先到嗬，嗰當時報名嘅人超過130呢，嗬，但像現在12歲嗬，嗰當時你會想去報名？其實喺開始我阿妹都用路當中青島安樣嘅消息，去年嘅時間我媽有想去報名，但係有點打算係來唔出嚟，報名時間過嚟，過體咧，今年我就特別去請安樣嘅法通，我差一點嘅來唔出嚟。哎呦！我會參加嘅原因係，我想講呢下客家到底個國際上係發展到有賣呢，故所我想接有禮拜機會去到美國看一下客家。唔過我聽到後生人嚟講嗬，一感動，因為對我一下套太好命嗬，我會想客家啲國際上嘅發展用嘅，希望嘅人本而會有安尼嘅想法，想去了解客家。因為我哋自家到台灣嘅時間，就全部當到客家人咧。我想講到底個美國嘅時間係有純客家人嘛？因為我有聽講有人講有一條嘅地方就有客家人，但係知道講，上個禮拜出去看看，有呢條嘅地方，真正係有客家人。而家講到嗬，有客家人嘛，係咪當初講係講客家話嘅人？因為DNA 地度，你係爸爸媽媽係客家人，做客家人咩？就講你會講客，也唔會講客啊，嗬。當到我團員有爸爸媽媽全部係學老人，係唔係客家人，佢自家學識安樣，我認為安樣嘅人。佢唔會講客話，我就認同佢係客家人，佢自家咪認同客家人。哦，係安尼啊，嗬。故所我相信安尼一定要動態本意鼓勵，嗬，本意看到啊，嗬。佢安尼水琪呢，乜人會來報名？其實我咩係我爸爸媽媽喺網路上看到一個資訊，我想講自家愛尋一些嘅事情來做，故所我就想同同學共下來報名一個法通，感覺真好搞安尼。係啊，真好搞嗬！真見來參加要真好搞嘛？有，真見都好搞。韓國人都上過，沒有辛苦。沒有辛苦，因為辛苦咯。我哋睇行前訓練嘅時間，每日都有功課愛做嘢。就當佢上課就當扎實安尼咩？從英文嘅練習。哦，故所你係加強到係講出國，愛同陌生人交流嘅時節嗬。最起碼做得有一個好嘅語言嘅能力，做得表現唔自家咩？嗬，因為我要同人哋上課嗬，我啲講每個後生人嗬就真優秀啊，咩真認真啊，唔講佢哋真見本人鼓勵動聽。我看到上課哈，大早好像是早8的課，一直到晚上10點啊那樣哈，上課超過12點鐘呢。真嘅哈，動扎實哈。我哋嘅課程係有一些係學嘅太學嘅政治系的課程。了解講國際上也政治嘅環境，係用韓國出國安尼國際嘅利益係啊。
古時候夜拜呢，我想去到國外看看呢，就知道講哇，大開眼界，每次都參加同學。不過嗰種時候，我講都係爸爸媽媽同到看到消息，就鼓勵講啊，生人去唔去，好增加自家嘅機會啊！嗬，嗰種時愛真正上嗬，人講當場考試強樣，會當緊張。OK，因為我自家本身係較冇自信嘅人，係啊，古時候。我嗰陣時間，我客話嘛冇講到一流啦，還有當到事嘛唔會講誒。故說，嗰擺去嘅時間，先從有100人啥優秀嘅客家青年到改變整批陣線誒，我自家嘅話就點點嘅抽到彭順，談自家嘅音樂。我知道按樣張係我自家整批嘅方式，較輕鬆，等下張你去面試嘅時間，較唔會緊張。其他人就都討論改變配客家話誒，還有人演出來係當人誒。哇塞！嗰時候今年看到幾條當認真係禮拜還有才藝表演會加分。我本身嘅話係因為我個小嘅時間有一擺看到好高有人到表演小提琴，我知道今年當好堂，我就同我爸爸媽講，我媽會學，嗰時候但係睇時間因為會考試，準備考試，嗰時候我練習嘅時間較少誒。要到禮拜會表演，嗰時候我就個請我嘅小提琴出來。我練習嘅一首歌曲係客家人寫嘅歌曲係《望春風》，佢係禮拜我出去嘅時間嘛，有帶我嘅小提琴去美國表演客家詩歌，還有其他代表客家嘅歌曲。哇，安尼當好。古時候呢，其實按準備嘅時間就尋到你最強壯嘅方法，幫你最好發揮嘅方法。啊，所以呢，你要安尼當場佢講安尼配歌嘅冇？我要配一些歌係自我小嘅部分。哦。啊，其實客家話我平常睇不卡到處同不卡人睇講嘅。係。我所睇客人面試嘅時間唔會遇到緊張。哦，你講到動流力嘅。係。啊，我就介紹一家，想去較好嘅表現，較完整啲嘅嚇。唔過我想加最多分嘅部分應該係我嘅才藝表演。哦，要買才藝同大家講一下。我嘅才從細我拍拍手，咁我要學多一些嘅東西。係。像我要學策人嘅，還有裁塔嘅，裁塔嘅還有太極拳，安尼。哦，既然真係多才多藝呢，嗬，從細爸爸媽媽就培養唔到啦，嗬。我感謝佢哋。哦，真勁嗬，就因為安尼嗬，唔到去做交流嘅時間嗬，就帶領自家嘅語言嘅能力，還有對客家嘅認識，個人嘅才藝出去點俾大家看啦，嗬。嗰時候當然呢種時候準備片面不了，會緊張啦，嗬。我想加講到按到才藝嗬，隨期後啲上嚟課嘅時間，要搞幾條客家語我咪，叫出啱搖本大家頭，展現自家。聽佢講法，按你嘅抑揚頓挫就輕搖嘛，嗬。先從表現一下俾大家看。佢係貴少嘅時間睇合唱團學嘅。哦。就有一些些嘅印象。好。俾你聽我嘅 tempo。哦，嚟。1、2、3、4。你講法法，細妹煮茶，阿哥吊燈，人下試茶，萬古細神，啲係數金，萬人飲多，細數飲多，愛法愛呀唔法愛，唔法愛呀好，唔是大唔是媽，17、18愛客家，加到奶，加到木糖杯。哦耶！其實而家表演嘅時間，唔看佢嘅眼神嗬，韓國美語之間韓國有數字嗬，就安尼表演就會做到安尼差嘛哈。嗰時候夜拜呢，有看到你哋出國20年安尼到目前一個國家嗬，就要表現出你哋嘅才能啊嗬。等下再嚟同大家分享，第拜出國到安樣嘅地方嘅人有冇？喺 T 派去安營嘅地方，好搞冇？挺好搞。會緊張冇？
其實睇飛行機上嘅時間會有一些些緊張，因為有啲時間坐飛行機會耳鳴，嘅耳孔會清痛，就講講一上飛行機要比12點鐘，按叫係啊，講講坐差唔多1點鐘就開始痛嘅，到痛到。其實呢，啲規則嘅人工交流也喺旅行嘅過程當中，聽到神奇嘅事情啊，有很多的小插曲。等下整個節目當中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。歡迎大家進到福喜來咧！今日節目當中呢，邀請到天意嘅客家青年國際事務訪問團嘅2位當優秀嘅客家青年哈，來到節目當中，吹你嘅青味，來你嘅水氣，再次歡迎2位。好。係2位啲個我進來以後，同我睇白看到嘅，我超有動物共用哦，感覺有狀態嘅，嚇看到無共嘅東西嚇。從亞班呢去嘅3個國家。法國、德國、西班牙嘛嚇，3個國家安尼第一年嚇又吃到歐洲國家本地吃到親印象深刻係乜嘅？請問吃到呢？吃到講，因為到台灣送片數嘅時間，你那位就有動到片數，它唔是錢，它歐洲嘅話，佢片數動少，還會。本錢當做嘅送片數安尼，使用者付費就做咧。係印象中當中，喺歐洲人當少幾個，但係我有一擺看到一個歐洲人，佢為到個冇本錢送片數，佢就因為有門嘅動電，佢就下背有一個孔嘅，佢就哭到天來風爬起去，就為到個冇本錢，佢就引起送片數，係就有點嚇到，故說。同我印象當中嘅歐洲人少幾個有點無共用嘅。安尼文化無共用嘛嗬。唔過係喺愛下抒發啊，嗬，本人做到安尼就有不好的記錄誒。好，就本人印象當深刻係安尼啊，嗬。還有其他嘅嘛嘅嘛？還有其他，就係我哋到法國嘅時節，我哋去中國嘅傳統，係我訂1碗飯，到台灣1碗飯10口聽聽。差唔多。我到改片訂1碗飯100口退。一粒來食的。一粒來食。還有就感覺到有一句話，粒粒皆辛苦愛人，因為我我水就會跌下來。係啊，很感動啊，嗬。係想我食台灣嘅東西係啊。係安尼啊，嗬。我聽講你哋旅行嘅過程當中要帶你嘅小提琴、violin去咩？係。好，現團體咯。係，因為有教小提琴嘅話，就比如表演小提琴嘅人就提講現嘅輕重要，就講佢個團體。我就嗰陣時節到馬德里，我就去參加客家懇親大會嘅時節，以前我都準備嘅時節。就最驚嘅事情就發生咧，冇準備一套有準備一條，但係我冇撈到講另外一條嘅團體。佢說我到台灣掙一條線咧，就100口台幣，係最便宜嘅，佢係咪同佢總送去？我到改片我先生同我買進來。1200口一條線咧，佢係冇去同佢總送去，係咪自家總送去？總送去係要用人工工本費。故說安尼就學到咧有備無患咩？嚇，出國去到唔係人故鄉嘅地方，就準備咧，行去表演就準備咧，因為而家係要簽到嘅機會，嚇，你要去萬那去表演，展現自家嘅才藝咩？嚇，就要準備馬起出方便嚟嚇。哇，安尼咩當難忘啦嚇，嘅水情自家去本唔知道講歐洲有乜嘅印象當成，加講鐵擺去安樣嘅地方呀？係啊，歐洲印象最深嘅就係今年嘅物價輕貴，搶水啊，可能係我哋一片三缸也係5缸嘅價錢，今年1缸水差不多500cc。還有我原本想法國巴黎應該係太有靈力嘅地方，不過今年這片其實係凡係老房嘅老建築較多一些。係，佢哋嘅古蹟嗬，你腳踏嘅每一個石喎，應該都係古蹟嗬，維持嘅當好啊嚇。
连今年嘅路啊，唔係柏油路，有青島都係用石頭撞嘅。跟要氣氛嘛？清氣氛。哦，清氣氛哦。安尼吼，你睇擺去安樣國家，有本人想講哇，以後我有機會要出國去讀書，也係慢慢去聊聊，係哪看，係哪度嘅無共樣嘅國家嘛？有啊，因為無共樣嘅國家有無共嘅文化，人哋做得用人哋嘅客家文化去同佢哋交流，同本佢哋去認識哦，原來睇中國睇台灣，唔但搶係搶有中華嘅文化，還有客家文化一個超有特色嘅文化。特別係啊，嗬，一擺去啊，嗬，我哋唔到要當到嘅插曲。嚇，你包袱嘅，冇聽你哋俾人記，又係講機票啊、機位啊，聽唔錯安尼嗬。一擺安尼一去到嘅位就發生安尼事情，會緊張嘛？其實當然老多講，我哋按樣發生按樣問題，運氣冇當好。但係我老多講，我禮拜遇到按樣問題，下禮拜遇到嘅時節就啲講唔會按緊張，馬啲講要慢去處理安樣。嘿，你哋嘅團隊嘅合作咪當好啊，嗬？咩當安全啊？大家快快樂樂出門，平平安安轉來，韓國帶當到嘅經驗轉來，讓做喺啲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嚇。好，咩你哋有準備講我同大家分享嚇，你哋去拜訪嘅3個國家嚇，你哋嘅相片啊等等，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好冇？嚟，哇，嚟！首先呢，第一站就係來到法國咩？先西班牙，哦，先西班牙。相片係先法國，哦，好，來看一下。好，呢隻就係超有名嘅埃菲爾鐵塔。係。呢隻就係因為我哋先去歐洲有一隻 Eurocontrol 嘅地方去參觀，故所我哋做嘅衫褲較正式安樣。我着西裝安尼，着襯衫安尼啊，嚇。嗰位呢，韓國呢？韓國係呢隻係我印象最深嘅地方，因為我本身太好係讀嗰個航空系安樣，故所我當氣氛不一樣嘅。禮拜因為有法國顧問咧聽說下，因為以前到歐洲 Eurocontrol 係歐洲一個公司，佢係管理嗰個飛行嘅路線嘅地方係，故所佢就聽說我哋入去參觀，佢講我哋係台灣第一隻團嘅，你去參觀。哇塞，很珍貴哦！喺我到第一度就學習到佢哋用埋建立航線，還有去維持佢哋嘅安全，安尼講起來，當場係安尼你嘅圓夢之旅哈。冇錯。好，嗰種嗰水期嗰種咩係嘛？強嘅地方嗎？咩係強嘅地方？一個係我哋談。一個係迪拜嘅工作人員 Peter，人哋談佢嘅手機Eurocontrol 係一間用嘅地方。哦，最強嘅地方，好，一係啲法國嘅時節。係，呢就係啲法國嘅。嗰下嘅呢？你看，一幅仲要無窮用了哈，一嚟到哪？呢就係德國，呢就係我嘅表演嘅衫褲呢個係台那個德國嘅奧格斯堡，嘅舊市政廳，今年也係本人觀光嘅地方。東江。一個就係今年市政廳頭前嘅廣場。嗰係佢哋嘅當場安尼路上嘅鐵路安尼啊，天茶安尼啊，天茶有去坐冇？有，我哋有坐，我哋睇奧格斯堡就係坐一個天茶到像錄影院、安陽中心嘅素材。一般人都去德國有特別去錄影院去表演下安陽院啦嗬，同安尼錄影家大家共下同樂嗬。聽講本人當感同下。因為我哋表演以後有時間同佢哋交流，我哋會本佢哋，我哋從台灣帶過去嘅電路，像有代表客家嘅幼童化嘅發布安樣，係全部就當氣氛。有啥老人家我特別有印象，因為佢就抽到改片，佢做嘅衫褲係中國古裝安樣。哎呦，當味道你哋去？佢就味道我哋
我去古手佢做到安樣嘅，我就過去同佢打嘴鼓嘅，佢英文嘛當好，我問到佢講佢嘅女婿係台灣人，古手佢來個。你記得新橋喺台灣嘅，嗰時候叫來個台灣祭拜，佢經營到好台灣嘅地方，吃的東西啊，還有很多景點，就佢就當氣氛。希望佢下一拜有機會嘅話，做得過來一拜台灣，我就做得帶領佢去食當到客家嘅美食，還有係介紹一下客家嘅文化，因為佢就當了解台灣嘅。哎呦，真嘅，當好呢，嗰時候也係啲德國嘅時節啊，嚇，我想還有冇？嘅前面西班牙有冇？西班牙。嘿。哦，呢片。哎呀，ยังไงดี我沒有去。哦。聖家堂。嘿嘿，你知係聖家堂？哦。是個教堂，佢起動久嘅，130幾年嘅，哇，還蠻起好。真嘅，還蠻起好。係經營東江嘅一個地方，因為我有朋友佢係讀嗰個建築系嘅，佢講佢就欣賞就同佢就講，你就一生一定要去聖家堂一次，嘿嘿嘿，因為。高地建築師經營動力會佢去到東河群安樣。古時也拜吼，其實有做同道嘅交流，韓國有拜訪青島客家嘅先賢咩嚇，鄉賢哦，幫到同道嘅鼓勵。嗰個當然有限嘅時間，同道去慢慢去看看咧嚇，幫到增加對國際嘅認識啦嚇。還想當然還有同道同親密嘅事情啊，等下談兩位優秀嘅客家青年真啦，繼續同大家分享哦。大家轉到福氣來咧，今半日嗬，你透過節目聽人客家青年來到法國、德國、老西班牙，你係記得呢？今年呢，你係去國際事務訪問團去嘅國家嗬，所以你今位老隨去啊，去到安尼3個國家嗬，我想要看到很多東西嗬，特別喺西班牙嘅時節，有當到嘅交流費錯嘛？嚇，安尼嘅交流費，你就知道看到乜嘅呢？一開始我原本想，客家人像喺台灣也係中國也係美國，不過去嗰片能看到連非洲南部都有客家人，南非青島客家人咯，佢哋做同樣嘅佢哋嘅制服衫褲來參加。嗰時候本意想講，哇，真嘅有熱頭嘅地方出客家人係嘛？係。還有嘅前面呢，你知道本意看到動態嘅印象深刻嘅。因為到西班牙，我就參加客家懇親大會，嗰時候我冇撈到講全世界還有按到客家人到美國，佢就為到嗰隻大會，佢就全部都比過來參加，係我經驗同溝通，同佢就交流嘅時節，佢就。全部就學到講，係就一樣嘅後生人，因為講客家話咯，係佢就經驗講得當溝通，因為佢就當到嘅聲音咧，全部就唔會講客話嘅，就聽嚟時唔會講，係全部就聽唔識，係唔會講嘅，係。佢說佢嘛希望我就做得傳承下去，我就喺台嘛做得維持一樣嘅會講客話嘅一樣。係哦，聽到安尼海外嘅鄉親嗬。記得安尼講哦，日本人就知道講啊，真嘅愛會講客家話吼，當珍貴，係我一定會講下去，甚至後來吼，你都真嘅有一個家庭生一定要傳下去，錯嘛？因為我細時節，我阿爸阿媽要求我一定要學客家話。哦。佢就講，你唔可以同人講客家話嘅話，我就唔可以同佢聽書用埋嘅。哎呀。嗰時候，但係我都好高嘅時節，因為同學係我呢輩嘅人，全部唔會講客話，我就知道講客話會做乜事咯，會學習客話會做乜事。我阿妹嗰陣時節就同我講一句話，我立下還記得，佢就講你立下會知道。當等人老，因為我學習客家話，你睇時節一定會更相愛。係，我料到呢排因為會講客家話，我真有機會做得比到美國同朋友交流，還有傳承發揚我哋客家文化。故所我經驗當講下記得，細時節我要求我講客家話。係真嘅感謝阿妹，真嘅啊，出愛培養嘛，嚇。韓國你談嘅是自家爸爸媽媽嘅家鄉話。你咪知道講，許多講嘅，你看到安尼青島客家鄉親，有知道懂親切冇？有冇？
等於咧講咧客家話。啊，因為我哋一般參加旅行社，係喺我自家以前有去遊學過，冇乜嘅機會做到用到客家話，係因為讀到客家嘅機會真係當少，係有幾條嘛可能探索。但係因為參加呢隻法通，佢哋會安排我哋去參加客家懇親大會，係喺交流，係喺表演用埋嘅。故所我哋旅行當中，都每個月用現代客家話來交流。故所因為呢隻係真係當好嘅機會。係啊，嗬，講到安尼嗬，可能大家會想了解講，家下需要講你學客家話係因為從細啲屋企錄對天氣變到，出屋企等你出講，唔係等你講，一開始係同我阿公阿婆講，係因為我阿公阿婆就係平常時都係全部都係講客話。哦，啊，朋友我哋貴少係漢語實話學校。哦，主要推廣有青島嘅漢語嘅法通，客家嘅法通，我都有去參加，像漢語戲劇、還有歌謠一啲。哦，咁你咩當認真呢？真嘅啊，嗬，這樣譬如講你會講客家話嘛，嗬，嘅前面就講爸爸媽媽要求，唔過我相信廿八嘅訪問團嗬，係你嘅動態繼續學客家話啦，客家話講到當好，了解下那到客家文化嘅通理。冇錯。嚇，因為係一個當好嘅機會咩嚇？嗰時我想，當然咪講啊，我用嚟講客家話，其實從家庭做起啦嚇。當然學校啦、也掉啦，還有其他嘅舞台本有機會，你咪曉得把握嘅話嚇，你咪知道講，講客家話真件當好，當正規，咩有本事。當感動嘅地方啊，嚇！好，嗰時候我相信兩位收穫滿滿。嗰廿八出國去後，唔知道講真多家鄉嗬，一天同大家分享啊，嚇！要家講到可能因為看到嚇上片是愛錢，水按貴，溫險按貴，也係講嚇原來客家人真正按到大家按團結。好，有乜嘅特殊嘅分享講很難忘的，當然嘅交流啊，一個識嘅東西有嘛，來識去。有一個法國顧問，一個法國華僑嘅來嘅，佢能10歲讀國小，6歲嘅時間去法國讀書，睇法國巴黎嘅時間，佢見聽得愛。哦，係，佢當時玩嘢啊，哥哥愛你聽得愛。係，佢就佢會本來能想到人哋萬世世界嘅單純。就想講唔啲下禮拜見面係乜嘅時間，可能佢已經睇係嘅成熟嘅大人咧。係，哦，可能佢拄好去法國讀書，又做得讀多啲，係嘛？有啲事情之後，一定要老大家推薦乜嘅難忘嘅咯。哦，青米。燉飯。海鮮燉飯，西班牙最有名嘅就係海鮮燉飯，我哋到西班牙最後一年，我哋到一隻海巡嘅船塘，我哋食西班牙嘅海鮮燉飯，有點鹹，但係真係當好食，係還有有本我哋一樣菜叫點火都，真係當貼嘅。也未學體驗國外嘅文化，韓國美食嗬，當難忘嘅嗬。安尼嗬，真係收穫很多嗬。其實安尼回顧你哋從開始上課，到出國轉來嗬，真嘅當感謝學非常話，也嘅訪問團嗬，你安尼分享嗬，你到團出去嘅時節嗬，有乜嘅啲節目當中愛感謝你嘅團出？先愛感謝夏慧慧，因為佢想要努力保存我哋後生人會講客家話嘅習慣，故所佢要辦安樣嘅法通，我哋後生人真有機會出去每個來看看啊，把當到學習到當到都學到好唔多嘅東西，還有。我哋國際志工交流協會，佢哋三沙線上團隊我哋禮拜法通，照顧我哋，係冇佢哋聽書嘅話，我哋禮拜法通還有表演，還有當到事情，佢唔會按順利，係。最後就係感謝其他4沙學員，佢哋向下努力，我哋整批表演細節全部就。表演都練習都當啱，但係我哋全部係當努力嘅練習，咁會
表演很顺利。安尼就有革命情感有无？有。真紧啊，要感情变都同好哈。系啊，我想迄个电视机面前哈，有得咧后生青年哈，想要来参加哈，无论你係唔係DNA 客家人、雙人認同客家話講客家話，你想要來參加哈，買建議水去，本大家都建議哈，用我本嘅客語、英文嘅才藝，本而順利做嚟展現上呢。最重要嘅就係有自信啊！安尼笑容就做嘅，哇！你安尼笑容100分啊哈，有自信。其實我嘅客話同英文咩唔係地位講先好嘅，最重要嘅就係有自信。唔管評判先生告訴我乜嘅問題，你就盡量講法。唔講有爭無爭。好，我再次恭喜兩位哈，韓國人的12位哈，安尼客家青年去參加國際書墨訪問團，非常的順利，非常的圓滿，非常的精彩哈。我相信台灣嘅客家青年帶本台灣韓國國際行出一個客家嘅驕傲喎。再一次感謝兩位來到節目當中來分享，安子生。好，今日感謝大家嘅收看，等下有請大家繼續聽聽線上來做運動了，再來了，拜拜。